3個家庭，每個家庭買一個單位，市場會記低3宗成交。一個買家一次過買3個單位，市場同樣會記低3宗成交。數字上係一模一樣，但前者代表有3個家庭入賭場，後者就只係代表同一組資金買咗3間。所以當你見到新盤成交大升，售樓處排長龍，甚至即日沽出幾百伙，未必代表突然多咗香港人買得起樓，亦有可能只係部分有資金嘅買家一次過買多咗幾間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。2026年上半年，香港每7個一手成交單位，大約就有一個係由一次買2間或者以上嘅大手買家購入，即係今輪新盤旺場面有相當部分成交，唔係一個家庭買1間，而係同一個買家一次買2間、3間甚至10幾間。所以今輪樓市最值得問嘅已經唔係新盤賣咗幾多伙，而係成交量翻生。究竟係多咗香港家庭真係入到場，定係同一批有資金嘅人開始越買越多？如果你淨係睇成交宗數，兩種完全唔同嘅樓市，表面上可以睇落一模一樣，呢個分別同普通買家好有關係。因為你一見到新盤即日沽清，最容易出現一個反應，樓市係咪真係轉勢？而家唔買會唔會越嚟越貴？如果未睇清楚背後有幾多個唔同買家，就好容易因為驚遲買會蝕底，匆匆忙忙追價。今集我哋會拆清楚大手客究竟增加咗幾多，點解設立之後重新活躍，同埋佢哋點樣令新盤成交睇落特別旺。睇到最後你會明白，下次再見到新盤即日沽清，除咗睇賣咗幾多間，仲要睇係邊一類買家撐起啲成交。先睇整體數字。2026年上半年，市場錄得653組大手客，合共買入1794伙，涉及大約174億元。呢批單位佔同期一手成交大約1/4，即係大約每7個一手成交單位就有一個係由大手買家買入。但要留意，每7間有1間係將全港上半年一手成交加埋計，唔係話每一個新盤都固定有1/7俾大手客買走。個別項目嘅比例可以高好多，亦可以低好多。依組數字亦唔係靠1-2宗超級大雕先拉高。653組入面，大約有420組其實只係買2伙，買10伙或以上嘅只有7組，最大手嗰組賣咗16伙。淨係呢420組一客兩食，已經涉及最少840伙。所以今次唔係1-2個超級富豪突然掃幾十間樓，而係有幾百組買家都喺同一個半年入面買多過1伙。至於趨勢，同樣有一組數字可以比較。截至2026年3月20日，同類大手買家有265組，2025年同期係117組，設立前嘅2023年同期就只有15組。依組比較一睇就知道個差距有幾大。2026年嘅265組係2025年同期嘅大約2.3倍，同設立前2023年同期比較更加接近18倍。即係設立之後，大手客唔止係多咗1-2成，而係成個規模都唔同咗。不過依3組數字只係3年去到同一個時間點嘅比較，唔代表中間每個月都一路向上。按中原公開嘅統計口徑，所謂大手買家係同一個買家喺一個月入面喺同一個屋苑買入多過1伙。所以今次653組統計正式講緊嘅大手客，唔代表佢哋一定同日簽約，更加唔代表個個都係炒價。我哋知道呢班大手客買多過1伙，但唔代表佢哋全部打緊同一個主意。有人可能一間自住，一間俾仔女，有人可能買雙連單位，亦有人可能真係睇中租金回報，買2-3間長線收租。公開資料亦冇完整分開個人同公司、本地同非本地、現金定按揭，或者買入之後係自住、出租定轉售。但大手客增加係事實。咁點解大手客會重新活躍？最有明確制度證據嘅原因就係設立。2024年2月底，政府取消額外印花稅、買家印花稅同新住宅印花稅，已經有樓嘅人、公司同部分非永久居民再買住宅要承受嘅額外稅務成本，即時大幅下降。以前買多一間樓，唔單止要計樓價同按揭，仲要承受一筆額外稅項。設立之後，買第2間、第3間樓嘅入場成本明顯低咗，對本身有資金一路等緊機會嗰班買家嚟講，條數自然容易計好多。租金回報、發展商折扣、利率環境同埋樓價可能見底嘅預期，亦可能推動大手客入場。例如對收租買家嚟講，佢唔只會睇樓價，佢仲會計租金收入、按揭成本、空置風險、管理費同埋將來轉手難唔難。
只要實際回報比以前好睇，就算佢唔相信樓價會即刻大升，都可能願意買多一間。一手樓亦比二手樓更加容易設計大手優惠，發展商可以提供折扣、回贈、付款安排，甚至針對買2伙以上嘅客人增加優惠。呢啲安排未必係所有大手成交嘅原因，但肯定令發展商更容易一次過去多幾件貨。市場預期亦會影響決定。當一部分買家覺得樓價大跌嘅階段可能接近尾聲，佢哋通常唔會等到全市場都供應轉勢先至入場。不過覺得見底始終只係買家自己嘅判斷，唔代表樓價一定唔會再跌。所以今輪樓市真正反常識嘅地方，就係市場可以賣出更多單位，但未必同時多咗同樣數量嘅家庭入場，成交量開始回暖，買家結構卻可能同以前唔一樣。咁普通買家係咪真係少咗？而家仲未可以咁講。我哋只知道大手客多咗，但未有數字話俾我哋知，首次置業同一般自住買家，實際上係咪比舊年少咗？有可能普通買家都有增加，只係大手客升得更加快，所以普通買家喺整體成交入面嘅比例細咗。亦有可能部分普通買家轉咗去二手市場，或者而家借70%按揭，已經唔再需要使用按揭保險。按揭保險嘅數據就提供咗另一個角度。2026年上半年新取用按揭保險有2957宗，按年跌咗15.1%。但同期整體住宅買賣登記就按年增加咗1成4。不過按保少咗，唔可以直接當成首次置業嘅人少咗，因為由2024年10月起，所有住宅物業最高按揭成數劃一為7成。部分以前要靠按保先借到7成嘅買家，而家可能已經唔使再買按保。但成交增加，大手客急升，按保使用量反而下跌。至少話俾我哋知，今輪樓市回暖唔係每一類買家都一齊翻嚟。當中升得最明顯嘅一股購買力就係有能力一次買多過1伙嗰班大手客。咁邊個受惠？第一個係發展商，普通買家買1伙，發展商去1件貨，一組大手客買3伙，就一次過去3件貨。熱門項目如果有足夠大手客承接，發展商繼續大幅減價嘅壓力就有機會細啲。第二個受惠嘅係手上有資金，可以比較唔同新盤條款嘅買家。發展商需要去貨，佢哋就有機會爭取額外折扣、回贈或者較靈活嘅付款安排。普通人見到嘅係售樓處人頭湧湧，大手客計緊嘅可能係每一伙嘅實際成本同預期回報。如果你係附近嘅二手業主，見到新盤去貨加快，心理上可能冇咁急住減價。但新盤去貨快唔等於二手業主即刻攞返定價權。二手樓仍然要面對銀行估價、樓齡、裝修、維修、按揭年期，仲有同區新盤折實價嘅競爭。最後可唔可以企硬，仍然要睇同區真實成交，而唔係售樓處有幾旺。普通買家真正要小心嘅就係見到新盤成交突然暢旺，就以為成個樓市已經全面轉勢。一見到售樓處排長龍，幾百伙好快賣出，就擔心遲買會更貴，於是急住追價。但表面上嘅幾百宗成交，背後可能有相當一部分只係同一批大手客一次買2間、3間，甚至更多。將大手客明顯參與嘅旺場唔當成全民搶樓，先係普通買家今輪最容易睇錯嘅地方。因為大手客可以令個別新盤成交升得好快，但唔代表二手樓同步有承接，亦唔代表每個地區都升。一個項目賣得快，亦可能同開價、折扣、回贈、戶型同推出時間有關。所以睇一個新盤係咪真旺，唔可以只靠售出伙數作判斷。至於大手客會唔會特別集中買細單位，今次數據冇拆開講。不過如果賣樓目的係收租，總價較低、比較容易租出嘅細單位，條數通常會容易計啲。所以下一步值得留意嘅係細單位嘅投資需求會唔會跟住升溫。如果部分大手客將單位用嚟出租，將來交樓之後租盤供應有機會增加，但租金最終升定跌仲要睇新增租客同新增租盤邊一邊增加得快。所以大手客增加既唔代表租金一定繼續急升，亦唔代表租盤多咗之後租金就一定下跌。普通人面對呢個市場唔需要同大手客鬥快，真正要做嘅係將幾組數字分開嚟睇。第一，成交增加係多咗唔同買家入場，定係同一批人買多咗？第二，旺嘅係全港一二手市場，定係只係幾個低價新盤？
第三，發展商係真係加價企硬，定係仍然靠折扣、回贈同付款優惠去貨？所以今次真正值得記住嘅唔係大手客總共買咗幾多間，而係下次見到一個新盤賣得快，你要問多一步，佢係咪真係有大量唔同家庭願意用呢個價錢入場，定係靠大手客、折扣、回贈同付款優惠將成交數字推高？樓市真正翻生唔只係發展商去到貨，而係普通家庭唔使勉強自己，唔使驚住追價，都有能力買到一間長期供得起嘅樓，咁先係一個健康嘅市場。今日嘅內容就去到呢度。如果想睇我哋嘅其他影片，可以留意屏幕上嘅推介，記得訂閱呢條頻道、讚好同轉發呢條影片。呢度係財經大排檔，我哋下次再見。